旧年伫要过啊，跨年毋但会当吊大庙数看烟火，伫南投市南宫还有一项真重要的活动，就是发钱舞。庙方决定为2019年上尾一天，也就是新历12月31早起时8点开始开放信徒来遮排队。假使若是元旦下晡9点进前来排队，保证一定领会到钱舞。这一届庙方特别甲去年的钱舞号名叫做好事发生起来宝，嘛希望民众拢会当伫金鼠年过好年，大家平安大趁钱。2019年来到尾声咯，除了这个元旦的升旗典礼，南投的求财圣地指南宫嘛要来迎接元旦。这个发钱舞活动的年度盛事，民众早就热噗噗的听候啊。庙方嘛甲传到真好势，搁点灯。以往都比较好像古板一点啦哈，来这参拜的这个香客哈，甲信徒哈，很多的人性化哦，真侪较少人的。啊，所以阮今年吼，就甲做较活泼。主委宣布讲，去年的这个钱舞大改版，甲号名做这个好代志发生厝内宝，伫咧钱舞的都顶顶悬，用2只金主器来抱如意甲元宝，另外搁来镶一粒这个有福字的大葫芦，希望现场会当继续来斗大好运气，来争做厝年的好彩头。那旁边又放了一朵花，主要是说让大家可以花开富贵百福星。庙方有去体会到民众排队的艰苦，这边特别规定讲，从12月31日早起8点开始排队，过当天元旦早起9点要来准时发放。若是伫咧早起9点进前排队的民众，保证会当领到一个银币的钱舞。因若伫咧元旦迄天排队的第1号到第600号，除了有银币以外，还佫会当加领一组套币。因若第601号到1800号，会当领到银币甲金币；1800号以后的，干那有银币。南投指南宫的发财金是通出名的，逐年会照农历的生肖来发招财的钱舞，大家抢咧听候，要互民众伫咧刷落来的一年，行向东平安富贵心头上，行向西福禄寿喜万万代，行向南金运财宝百万坛，行向北田园厝地一直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